咁啊呢個時候咧，喂，又睇波，哇！講起睇波，真係今日升到嘅頭條啦。哦，係咯，我就點解無端端紅牌可以可以翻嚟打波？係啊，哇！哇！真係有啲誇張。我哋偉大嘅美國總統乜嘢都插手嘅。係乜都可以做到添啊！乜嘢都做到。犀利啊！佢真係。但係就引起公憤咯。唔係呢個係對於體育競技嚟講係唔公平嘅。梗係唔公平啦！你改人哋規矩，你有咩理由一通電話，哇紅牌都可以翻嚟打波？係呢個係搞笑嘅。真係過分。係啊。好，咁呢個時間我哋又聽下兩個偉文哥啊評下波先。好。外行睇熱鬧，星島睇門道。星期一度嘅全球足球盛事正式爆發，從即日起到7月20號，每日上晝8點55分，星島中文電台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世界盃賽果速遞，掌握最新戰況。逢星期三下晝2點，體壇花邊騷，主持人 Ken Chan 同鍾偉文，加上一眾退休球星，深入剖析，拆解列強實力。逢星期四，加州醒神足球誌 Gary 同你輕鬆講下世界盃風雲人物、歷史趣事。7月22號早上9點，焦點訪談，仲會同你總結冠軍之路，回顧今屆經典時刻，勁旅對決，球星爭霸，爆冷逆轉，場場令人熱血沸騰。星島中文電台與你同步每一個入球，同你一齊見證王者誕生。世界盃賽程快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星島三藩市，星島中文電台2026年世界盃特輯，我係殷偉文。今日請嚟嘅嘉賓係阿梁爽，梁爽兄你好。喂，你們好，大家好。有兩場波就係巴西對挪威，賽果就係1-2。咁啊，巴西就飲恨啦，就出局啦，挪威就入到圍啦。跟住第二場波就係墨西哥對英格蘭，咁又係墨西哥主場都輸咗波，輸咗俾英格蘭，賽果係2-3。咁就等阿梁爽兄嚟分析下呢兩場波嗰個精彩之處啊！係啦，正如你所講啦，威文兄，咁即係世界盃而家到今日為止咧，就嚟到可以講係即係白熱化階段啦。咁就係16強叫做淘汰賽啦。咁其實今日嗰兩場波咧，都我覺得都好睇嘅，相當個水平都精彩，發揮到出嚟。咁先講下即係上晝嗰場係挪威對呢個巴西先啦。咁總體嚟講咧，但係即係而家賽果已經知道挪威就出咗啦，巴西其實咧。就呢打起身咧就5波，咁巴西大家都睇到啊，即係佢個機會把握唔好。其實呢場波完全係機會嘅，一個點球機會你射唔入，有幾個機會都好好，單刀波又有機會，巴西都攞唔到，收效唔到。咁你俾挪威呢個高大中鋒咧夏蘭特，咁啊整兩個，當然佢呢個夏蘭特我好似都同你講過係一個十分好10分優秀嘅一個中鋒嚟。身材又高大，而且就完全都唔會話有啲咩即係高大嗰啲人嗰啲弱點，轉身慢啊！你睇佢，所以喺前邊嚟講，哇，好有大將風度。咁相反嚟講，巴西嚟講咧就比較顯得係淨係得嗰個7號喺上邊，冇下咁樣，即係佢唔係話，亦都唔係冇威脅。咁巴西有一個問題咧，就係嗰個尼馬咧，就我諗即係雖然久負盛名，我好似世界波未開波，佢尼馬一直就算佢上屆嚟講，我覺得呢個球員。唔可以係即係擔當大任啊！可以講，即係佢就根本就即係缺乏美斯啊、缺乏麥巴比啊呢啲咁嘅質素尼馬。咁果然果不其然，今日落咗啦，落咗。雖然佢係帶傷咁樣，但係亦都個表現冇佢嘅名氣咁大啊！係可以咁講。咁其實就反而個7號係有啲威脅嘅巴西。咁即係嗱，如果你講成條。後防線中場前鋒咁計嚟講咧，因為嗰個挪威隊個後防係比巴西強啲。巴西隊就算上次嗰度都係啊，上次佢雖然贏咗，但係個後防都係弱咗少少嘅。咁所以呢個賽果咧，大家有拉扯，大家都有機會。咁有咁嘅賽果都係，我覺得係正常。巴西輸俾挪威應該係合理嘅，賽果係合理嘅。可以講係兩場比賽嘅賽果都合理。咁